開心。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，我係文峰開運。各位老友記，今日我要講一個好多女人唔知道嘅命理現象。一個女人如果長期唔戴首飾，唔一定代表冇錢，一定唔係代表唔識打扮。喺命理入面，呢種狀態可能暗藏3個信號。第一個信號，甚至關係到一個女人有冇靠自己聚財嘅能力。我知道一定有人唔認同。研究面相命理幾十年啊，嗰10年發現一個好有意思嘅現象，有啲女人長期唔戴首飾，背後反映一種命格狀態。我先講一個真人真事，同埋又開心。幾年前有個50幾歲嘅女士嚟揾我睇相，佢着得好素，手上冇戒指，頸上冇鏈，耳上冇環，乜都冇，但佢一坐低，成間房嘅氣場就唔同咗。咪開心，唔係因為佢靚，唔係因為佢有錢，而係佢俾人一種好實淨、好定嘅感覺，講嘢慢，但每一句都好有力。我同佢傾咗一陣，發覺佢係自己開公司嘅，手下幾十人，哇！又開心，生意做得唔錯。但佢同我講，佢由後生到而家都唔係中意戴首飾，阿媽鬧過佢，奶奶講過佢，連朋友都笑過佢，話佢太隨便，但佢就係戴唔住。咪開心，一戴就覺得周身唔聚財。我當時同佢講咗一句說話，佢聽完成個眉頭鬆晒。我話你唔係隨便，你係天生就唔使靠外物嚟證明自己。呢句說話就係今日呢條片嘅核心。如果你身邊有女人，或者你自己就係一個從來唔中意戴首飾嘅女人，請你而家喺評論區打低4個字：天然貴氣。我哋睇下，還有開心，有幾多女人係屬於呢一類同事，仲未訂閱我嘅朋友，麻煩即摸我，即摸摸，點個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我哋正式入正題。我要講嘅係女人唔戴首飾背後係開心。咁其實係有3個秘密，呢3個秘密係我幾十年睇相算命、閱人無數之後歸納出嚟嘅。你只要中咗一個，你已經唔係普通人。第一個秘密，你唔需要靠外物嚟證明自己。呢個世界有啲人天生就係自帶光芒嘅，佢企喺度，你唔會留意佢着乜戴乜，你淨係會留意佢呢個人。佢講嘢你信，佢做嘢你服佢，唔使大聲，你聽佢講。你聽到呢種人，你叫佢戴金戴銀，反而係畫蛇添足，因為佢本身嘅氣已經夠強，外在嘅嘢加得太多，唯有開心反而會掩蓋咗佢本來嘅光芒。喺八字裏面，有些自身能量比較強嘅女性，往往表現出嚟就係唔太依賴外在裝飾。呢類情況有時候會出現喺食傷比較旺，或者自身格局比較穩定嘅人身上。食傷星代表一個人嘅表達同創造力，財星代表成就同資源。當食傷同財星形成良性流通，唯有開心。呢種女命本身就具有一種天然嘅吸引力，唔係靠外貌，唔係靠打扮，而係靠佢成個人散發出嚟嘅嗰股氣。呢種格局嘅女人，你叫佢戴首飾，反而係一種干擾。喺五行入面，金屬女，首飾屬金。金嘅特性係剛硬收省。如果一個人嘅八字本身金氣已經足夠，你再額外加在金屬嘅能量，就會出現命理上嘅金多水落，還有開心。本來流通嘅氣，因為金氣過重開始變得靈滯。靈滯係乜？就係運氣開始行得慢，行得唔順。呢個就係點解有啲女人戴貴金屬首飾會覺得周身唔聚財，同埋所謂心理作用係你嘅八字同金嘅能量唔夾。你睇下身邊嗰啲真正有份量嘅女人，有邊個係周身掛滿首飾冇㗎？因為佢哋根本唔需要，佢哋知道自己值幾多，唔使靠啲金屬嚟話俾人知。我講一個例子，我有個客60歲，係一間大機構嘅高層，佢每次嚟都着得極簡單，唯有開心，白恤衫、黑西褲，手上乜都冇，但佢一開口你就知道呢個人有料，佢唔使靠任何嘢去壓場，佢個人就係長。你睇佢八字就係典型嘅食傷生財格，自身能量充足，唔使借光。呢種女人後生嗰陣可能都試過跟風戴首飾，但戴下就會發覺唔對路，終於一日除咗就再冇戴返，因為佢身體好誠實，又開心，佢知道呢啲嘢同佢唔夾。
呢個唔係冇品味，呢個係高層次嘅品味。品味唔係加，係揀到啱自己嘅就留，唔啱自己嘅就放。就算全世界都話好，唔係開心，佢覺得唔舒服就唔要。呢種女人，你去留意佢哋嘅新生活方式，通常都係極簡嘅。佢哋屋企唔會堆滿雜物，衣櫃入面嘅衫來來去去都係嗰幾件，每一件都係經典款好質料。佢哋食嘢簡單，社交簡單，連講嘢都簡單。佢哋嘅原則係唔必要嘅嘢，一件都嫌多。呢種態度唔係寒酸，還有開心，係一種對生命能量嘅珍惜。佢哋知道一個人嘅精力有限，花喺揀手色七親三應付社交上面嘅能量太多，就冇精力去做真正重要嘅事。你係呢種人，恭喜你，又唔好開心。你天生就係貴格，你唔使跟人哋點樣，你跟你自己就得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呢種人最忌一樣嘢就係懷疑自己。當身邊所有人嘅聲音都話你太隨便唔得睇嘅時候，你可能會開始動搖，會逼自己帶返啲嘢。如果你真係咁做，你就等於用別人嘅標準，懷又開心，破壞咗自己最珍貴嘅本質。記住，你嘅舒服就係最好嘅證明，唔需要再加任何嘢。第二個秘密，你正在經歷命理上嘅運勢轉換期。我見過好多女人，又唔係開心後生嗰陣，好鍾意扮靚戒指、手鏈、頸鏈，樣樣齊得。突然有一排佢哋乜都除晒，乜都唔戴，身邊嗰啲人以為佢哋發生咗咩事，以為佢哋情緒低落。我話你知呢啲女人好大，可能係正在經歷一場人生嘅大轉變。呢個轉變可能係離婚，可能係轉行，可能係仔女大咗離開屋企，可能係退休之後重新揾自己。從命理角度睇，呢啲女性好大可能係正在經歷大運或者流年嘅重大轉換。命理上有一個講法叫大運換根，即係當一個人從一段大運走向另一段大運嘅交接點，舊嘅運勢格局正在瓦解，新嘅連住嘅格局仲未完全建立。呢個時期命理師有一個專門嘅詞語叫脫氣期。脫氣期入面乜嘢行為係啱嘅？咁唔係加婆婆，反而越運係開心。你加得越多，反而同佢來，因為你任何你加喺身上嘅嘢，都會令你同舊系統嘅糾纏更深，令脫嘅過程更痛苦、更漫長。呢個過程就好似蛇睇皮一樣，舊嘅皮要褪走，新嘅皮先出到嚟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你會自動自覺將所有多餘嘅嘢卸低，唔單止係首飾，包括唔合適嘅社交、唔真實嘅關係、唔屬於你嘅身份，你都會開始是放低。呢個時候嘅你唔係唔中意扮靚，係你正喺度做一個更深層嘅事，重新定義自己。還有開心，你連自己係邊個都未搞清楚，你點會關心戴乜嘢首飾？我有個客40幾歲，結婚20年突然離婚，佢話俾我知，離婚之後嘅頭半年還有開心，佢將所有首飾收晒入櫃桶，一條都冇戴過。佢以為自己係因為心情差，所以冇心機打扮，但後來佢先明白，嗰段時間佢做嘅唔係冇心機打扮，還有開心，而係將舊嘅自己逐件除低。佢以前戴嘅首飾好多都係前夫送嘅，每一件都代表住舊嘅身份、舊嘅關係。佢要先將呢啲嘢全部放低，先有空間去建立新嘅自己。還有開心，1年之後佢再嚟揾我，成個人唔同晒。就佢依然冇戴首飾，但唔係因為傷心，而係已經唔再需要用嗰啲嘢嚟定義自己。佢話：文峰師傅，我而家終於知道，係要開心。我戴唔戴首飾同我值唔值得被愛係完全冇關係嘅兩件事。呢句說話就係喺變完成嘅標誌。呢個過程你唔好以為淨係離婚先會發生，又唔好有開心。仔女離開屋企、退休轉行，甚至係突然之間對人生有咗新嘅領悟，都可以觸發呢場改變。你嘅身體會喺你嘅意識之前率先做出反應。你仲未搞清楚發生乜事，你隻手已經將條鏈除咗落嚟。呢個就係身體嘅智慧，佢知道你要輕裝上路。呢個狀態喺易經入面叫做革卦，還有開心。革卦就係講變質，講舊嘅打爛，新嘅未生，中間有一段乜都唔係嘅空白期。呢個時期簡單就係最好嘅保護，你唔使逼自己做任何嘢，你淨係行過號。
行完之後你會變成一個完全唔同嘅人。到時會帶定唔帶都係你話事。如果你正經歷緊呢個階段，我送你一句說話，你而家覺得空嘅嗰個位唔係缺失，唔係開心，係空關個空間就係留俾將來嗰個新嘅你嘅，你唔使急住用任何嘢去填滿佢。第三個秘密，你天生就係一個五行純粹簡單自然嘅人。有啲女人佢哋唔戴手杖飾，冇任何複雜原因，淨係因為佢哋天生就係簡單嘅人嘅，佢哋唔中意累貨，唔中意複雜，唔中意身上有多餘嘅嘢。你叫佢戴條鏈，覺得好似俾嘢箍住你，叫佢戴隻戒，佢覺得做乜都唔方便。從面上角度睇，嗰啲女性通常五官清秀，氣色均勻，唔需要靠顏色同金屬嚟平衡面上嘅五行，就冇又冇開心。從八字角度睇，呢類水星嘅五行分布比較均勻，冇明顯嘅偏枯，所以唔需要靠佩戴特定材質嘅飾品嚟補足。咪又喜忌，每個人適合嘅嘢唔同，咪又開心。唔係人人戴金都旺，有啲人就八字忌金，戴金反而會加重命局嘅失衡。呢種人唔係冇品味，係佢哋嘅品味就係少，佢哋對多餘嘅嘢有一種本能嘅排斥。呢種特質喺現代呢個消費主義社會入面，反而係一種好珍貴嘅能力，唔容易被外物牽住走。我識一個70歲嘅阿婆，佢成世人淨係帶一隻玉冷，係佢阿媽留俾佢嘅，其他乜都冇。佢着衫永遠係素色咧，但你去到佢屋企，間屋乾淨整齊，一塵不染，坐喺度飲杯茶，你會覺得呢度就係人間最舒服嘅地方。佢就係嗰種簡單到極致，反而有深度嘅人。你同佢傾偈，佢唔講是非，唔講八卦，唔講邊個帶咗幾多錢嘅鏈，佢講嘅係生活，係天氣，係點樣煲一煲靚湯。但就係呢啲嘢反而最實在，佢選擇咗最簡單嘅方式去活，反而活出咗最豐富嘅內涵。簡單純粹嘅女人通常都有一雙好乾淨嘅眼。你望入去冇乜雜念，冇乜計生，冇嗰種你睇我幾叻嘅炫耀。佢哋唔使演，唔使扮，唔使戴住面具做人。呢種人你同佢相處係唔使用力嘅，埋有開心。而喺呢個人人都在演，個個都在裝嘅年代，一個唔使力嘅人反而係最稀有嘅。呢三種命格你中咗邊一種，你一定係三種都有啲，無論你係邊一種，埋有開心啊！呢個世界對女人嘅要求太多咧，後生要靚，中年要穩，老年要遲戴又話你俗，唔戴又話你，隨便你點做都有人講，你就開心啲啦，係要開心，你點做都有人唔滿意，所以與其活喺別人把口入面，不如活喺自己心入面。但我要講一個最重要嘅嘢，命理上嘅事決定一切。有人問我文峰師傅，女人到底應唔應該戴首飾？我話呢個問題本身係問錯咗，已經最核心嘅智慧唔係陰陽五行，而係一個字，時機啱，但係乜都啱；時機唔啱，係又冇話咪開心，但係乜都唔啱。你行緊好運，事業上升，成個人狀態好好，你戴乜都得，錦上添花。但如果你正處喺沉眠期、潮醒期、脫氣期，你加得越多，反而越亂。還係開心，你點知自己係邊個期？好簡單，問你自己身體戴上去覺得開心，覺得精神就戴，戴上去覺得攰，覺得煩，覺得周身唔聚財就唔好戴。話你嘅身體比任何大師都更加了解你。再講一個真實例子，有個女士後生嗰陣戴開首飾，後來有幾年唔戴，最近又戴返，佢問我點解會咁？我話因為你嘅命理階段唔同咗後生戴，係因為嗰陣你行緊食傷運，需要展現自己，中間唔戴，係因為嗰陣你正經歷印星運，需要收，需要闖，同埋又開心。而家戴返係因為已經過咗脫氣期，進入新嘅大運，純粹覺得開心。三個時期，三種選擇，全部都啱關鍵，成日係你自己揀，唔係人哋逼你。所以重點從來唔係戴定唔戴，而係
你嘅命格需要定人哋嘅標準要求。你留意下身邊嗰啲女人有幾多個戴首飾係因為真心中意，幾多個係因為人哋話女人要戴，呢個分別好大。前者係自由，後者係枷鎖。前者戴得開心，後者戴得委屈。你唔信，你問下自己，你戴嗰條鏈係你揀佢定係佢揀你？我睇上咗10年，最後發覺一樣嘢，真正好命嘅女人從來唔係跟規矩行嘅，而係跟自己命格行嘅，咪開心。佢哋唔會話人哋話要戴我就戴，佢哋會話我覺得唔舒服我就唔戴。呢種對自己命格嘅誠實先係真正嘅智慧。呢個世界有太多人懷有開心，細個心一生都活喺別人嘅標準入面。細個聽阿媽話，大個聽老公話，老咗聽仔女話，由細到大從來冇一次問過自己，我其實想要啲乜？你問佢點解要戴首飾，為咗開心，佢答你女人就係要戴㗎啦。你再問點解，佢就答唔出。呢種人戴咗一世首飾，但從來唔知自己為乜而戴。而嗰啲唔戴首飾嘅女人，起碼佢知道自己唔想要乜，呢種知道自己唔要乜嘅清醒，比知道自己要乜更加難得。因為喺一個人都在搶，人人講我唔需要嘅人，唯有開心先係真正有底氣嘅人。你係咪都試過行街見到一條好靚嘅鏈啊，咪心動想買，但戴上手刻，你望住塊鏡，覺得鏡入面嗰個女人好陌生，唯有開心啊！你唔係覺得條鏈唔靚，你係覺得呢個唔係我，呢個瞬間就係你嘅身體同你講緊嘢。你聽唔聽到？由細到大，我哋被教育要加學歷㗎啦，德加質撈證書加技能加收入加名牌，從來冇人教我哋幾時應該咁。但人生行到某一個階段，你自然就會明白，加嘅嘢越多，你越重，行得越慢就行得越慢，就越難就去到你真正想去嘅地方。嗰啲唔戴首飾嘅女人，佢哋唔係冇能力加，係佢哋選擇咗金魔，佢哋選擇咗輕裝上陣，賣咗開心，選擇咗用最直接嘅方式去面對呢個世界。你話佢哋隨便，我話佢哋勇敢。最後我想同你講多一樣嘢，我見過唔少女人後生嗰陣戴首飾戴得好開心，但到咗某一個年紀突然就唔戴啦，佢哋會懷疑自己係咪老咗，係咪冇咗女人味，係咪都生活失去咗熱情。我同你講唔係咁樣嘅，你唔戴唔係因為你老咗，係因為你已經唔再需要用外在嘅嘢嚟話俾自己聽，我係有幾值嘅，你嘅價值，你已經從心裏面確認咗，呢個唔係失去，呢個係升級，係身又向外求升級到係升級。呢個升級唔係個個女人都過到，但你過到啦，你就唔同咗。如果你本身或者你身邊有女人從來都唔中意戴首飾，開心，但成個人散發出嚟嘅感覺就係穩係定係舒服。請你喺評論區打低嗰4個字，天然貴氣。你打低呢4個字唔係認同我，係認同你自己嘅命格，係話俾自己聽，我唔需要靠外物，我都已經足夠好。我哋呢個年代就太多人活俾人睇，太少人活俾自己睇。但願你都係嗰個咁講我唔需要嘅女人。多謝各位，覺得有用點個讚，分享俾你關心嘅人。